蕭望發現今次發案嘅呢一單盜竊細路嘅案件，同9年前嘅一單案件係可以串並案㗎噃。佢諗來諗去，講落又奇喎，呢兩單案件居然都係發生喺我哋派出所轄區。唔啱，我家私見到嘅只係我哋派出所嘅檔案。如果喺全區，又或者全市，甚至全省都有作案嘅話呢，我呢度睇唔到㗎噃。一級民警嘅協同系統查閱權限只有1級嘅水平，想揾全省嘅就一定要去省廳。之但係佢家史只係個實習警察，連執法權都冇嘅。蕭望睇睇手錶，已經係夜晚嘅10點鐘，班手足都仲未翻嚟，睇嚟今晚成班手足又冇得瞓。唉，毫無頭緒咁去排查，又邊有可能咁好彩可以破到案至得㗎？因為尋晚嘅緊急事件，派出所召集咗所有民警到場，包括蕭望。計埋埋，蕭望亦都已經成2日1夜冇瞓過覺啦。佢重重咁挨咗喺張凳坪上邊，好疲倦咁捽住自己嘅鼻梁。就係咁樣，蕭望昏昏沉沉咁喺張凳上邊瞓着咗。只不過，亦就係瞓咗10幾分鐘嘅時間呢，佢就被自己嘅一個諗法嚇醒咗啦。阿爸有個至交好友喺省廳嘅噃，點解唔可以揾佢幫下手呢？蕭望睇一睇錶，擔心時間太夜啦，打攪到人家休息。之但係破案話晒都迫在眉睫，唔理得咁多啦，試下好唔好彩啦。佢攞出手機喺通訊錄裏邊揾到阿爸呢個好朋友嘅名。蕭望撥通電話，試探住咁問：阿林伯伯你好啊，我係蕭望啊，係蕭問天嘅大仔。哦，阿望仔啊嘛？幾年冇見嘅林伯伯仍然同蕭望非常親近，令到蕭望好意外。哦，係啊，林伯伯，我家史畢業噶啦，好快脆就會正式進入公安隊伍噶啦。哎呀，時間啊真係過得快咯！自細啊睇住你大，一路都覺得你呢係個好醒目、好沉穩、好謹慎嘅細路嚟嘅。你加入警隊，咁啊真係好咯。蕭望笑一笑，林伯伯你過獎啦。你家史喺省廳邊個部門呢？打拐辦啊！哎呀，咁啊真係啱啦！蕭望喜出望外。我今日呢喺度研究緊我哋轄區派出所幾單嬰兒失竊嘅案件，想去你嗰度了解下情況得唔得啊？聽日。林伯伯話：哦，你講緊嘅係體育學院家屬區嘅嗰單嘢係嘛？我都喺度為呢件事加緊班呢，你家時就過嚟啦。雖然喺蕭望嘅心底一直就唔認為呢單案件係普通嘅拐賣兒童案件，唔應該由打拐辦嚟負責嘅，但係因為可以從林伯伯嗰度得到更加多嘅資料，佢實在覺得意外驚喜。佢馬上打電話同所長請咗個假，打車嚟到咗省廳嘅大院。呢位林伯伯老咗好多啦，但係從佢着住嘅白襯衫嚟睇，佢已經係位居打拐辦嘅主任。簡單寒暄幾句之後，蕭望提出咗自己嘅諗法，並且要求林伯伯用佢高級別嘅權限嚟查閱近幾年嚟，甚至近10年嚟全省兒童被拐案件嘅具體資料。林伯伯對蕭望嘅諗法都好有興趣，但係話晒，蕭望都仲係只係個學生，佢冇可能因為一個學生嘅說話而要求市局更改全部嘅偵查措施嘅。喺林伯伯睇嚟，唔使串並案，都仲係要用警方布下嘅天羅地網，直接拉到個犯。之但係林伯伯仲係俾咗蕭望最大限度嘅授權，
並且允許蕭望可以喺聽日上班之前留喺呢間辦公室裏邊。喺呢間辦公室裏邊，除咗有公安網電腦，仲有建國以嚟所有仍然保存落嚟、仲未破到嘅拐賣兒童案件卷宗複印件。咁豐厚嘅資料，對於蕭望嚟講，簡直係如獲至寶。佢當堂成個人入晒去，就連林伯伯落班翻屋企，佢都一無所知。用電腦檢索，再用檔案櫃裏邊按住編號嚟揾翻卷宗，呢個呢，比佢晏晝大海撈針式嘅搜索唔知容易幾多倍。蕭望用入室、反偵查能力等等嘅關鍵詞搜尋到相似嘅案件，好快脆就搜尋到10幾單案件，再根據呢10幾單案件嘅編號揾出卷宗，逐一嚟查閱。2012年7月26號，兆豐市林隱縣入室盜竊嬰兒案；2008年7月10號，南安市西林區入室盜竊嬰兒案；2006年7月3號，南安市南城區入室盜竊嬰兒案；2006年7月3號，鳳山市入室盜竊嬰兒案；1997年7月12號，江南市長江區入室盜竊嬰兒案。蕭望用咗個幾鐘頭嘅時間，將呢10幾本卷宗嘅重要部分讀咗次。長期嘅閱讀習慣令到蕭望嘅閱讀速度相當驚人嘅，而好快脆，蕭望就從呢10幾單案件，再加埋自己派出所嗰2單案件當中，揾到咗好多相似嘅地方。入室，目標明確，不計後果同難度。技術開鎖，又或者唔知用啲乜嘢方式嚟進入現場，冇留低痕跡物證，冇索取錢財嘅綁架特徵，最後石沉大海。蕭望認為呢10幾單案件係有串並案嘅條件嘅，只不過就算串並起上嚟，又點樣先可以通過串並嚟發現嫌疑人嘅軌跡呢？睇起上嚟完全冇規律可言噶噃，而且2006年2個距離幾百公里嘅市區，甚至係同時發生咗2單類似嘅案件。照呢點嚟睇，串並呢個諗法好可能係錯噶噃，一唔係就案犯根本唔止一個人，就算係唔止一個人，亦都唔至於同一日偷細路哥啩。偷細佬哥點都要揾啱時機噶，同一日，蕭望諗下，對眼喺佢剛剛列出嚟嘅案件列表上邊來回掃視，點解都係發生喺7月份嘅呢？因為7月份04好作案咩？蕭望摸一摸下巴，用互聯網電腦打開咗萬年曆，農曆壬辰年6月初8，農曆丁亥年6月初8，農曆丙戌年6月初8，農曆丙戌年6月初8，農曆丙子年6月初8。每喺列表嘅最後一行標誌上一個農曆嘅日期，蕭望嘅心頭就下沉一分。呢啲有住類似特徵嘅案件，居然全部都係喺農曆嘅6月初8作案嘅。點解呢？蕭望嘅思維不停咁喺度運轉。強迫症患者呢個係個特殊嘅日子，係乜嘢特殊嘅日子呢？唔通係同封建迷信有關？用細佬哥嚟制止，死咯！諗到呢度，蕭望全身雞皮都凍篤起啊！唔係嘅，一定唔止呢啲案件嘅。蕭望嘅睡意俾呢個可怕嘅諗法徹底咁趕走晒，佢重新坐翻正，調整好顯示屏，開始咗新一輪嘅篩選同搜索。今次佢所用嘅方法呢，係將每一年農曆6月初8嘅公曆日期輸入到系統，以此作為唯一嘅搜索條件進行搜索。而好快脆，佢製作嘅列表之上一共列出咗31單案，從1995年開始，一直到2016年，
喺呢22年當中，每年都一定會發生類似嘅案件。有啲年份會發生1單，有啲年份甚至發生2單，但係無一例外，呢啲案件嘅發案時間全部係農曆6月初8。蕭望好似捉到咗兇手嘅把柄，佢成個人震晒咁，從檔案櫃裏邊按照編號揾出咗除咗剛才之外，另外嗰10幾份卷宗。根據呢10幾份卷宗嘅記載，呢啲案件並唔係入室盜竊，但係細佬哥唔見得相當 QK 嘅。有啲又逛逛下商場，個細路唔知點解就唔見咗；有啲係大人打緊麻雀，一眨眼功夫啫，蘇蝦仔連人帶床都冇埋；有啲呢係個細路返緊幼兒園，放學嘅時間家長接唔到細路，而老師就話個細路晏晝一直都上緊課，狀態係正常啦。唔知點解無啦啦放學俾人接走咗，就冇咗個細路啦。總之呢10幾單案件睇起上嚟只係普通嘅拐賣兒童案，其實係有住與眾不同嘅地方嘅。係乜嘢人作案有咁超凡嘅毅力？時間跨度竟然係20幾年咁耐呢？今年先係23歲嘅蕭望，發現咁樣嘅系列案件，居然喺佢2歲嘅時候就已經開始無聲無息咁喺度作案。佢真係好慶幸，自己冇俾呢個案犯揀中偷走啊！